有的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起教国际。一个礼拜新闻后，我哋关心嘅当然是2020邦交国要减少这只拜三开始宣导每普林四比，一只师傅嘅社会宣布为了通告。后小嘅长向就来到，节目节目地图为大家再强调，同埋做书片嘅系客家西北前外交部长L丰年，L部长你好，各位观众好。好，新闻部长来到节目现场，各位大家小介系台湾非洲研究论坛的执行长严俊生，严教授，严教授您好。主持人、部长、各位观众，大家好。来，为了怕说我们有部分的观众可能不是这么清楚这个小国，我们也做了一个简单的资讯，先帮你观众朋友看一下，宣导每普林四比，你在国家基本自信，既将民主的强火国，不过非常的合。总面积จาก1000控制平方公里，那个总人口满到20万人。佢哋講普通話語生活嘅條件並唔按理想，所以佢哋社會還有經濟狀況都唔按發達。嗱，現在看到老年兩岸嘅外交關係來對照最新嘅發展是前2日，佢哋新加坡宣布了通告。那這個消息一傳咗之後，大家當然係當新聞，又唔想看到呢樣事情。不過當到媒體評論都會寫運動嘅來嘅，喊起來嘅，所以長年大家都唔意外，啱啲普種感係唔意外其中一啥。对不起啊，我还是用这个国语来讲啊，这个我比较会表达会好一点啊。那么圣多门跟我们断交，说是啊，该来的还是来了啊，我不认同啊。为什么该来呢？我认为不该来啊。那么他为什么来呢？那跟我们政府的政策有关嘛。那我每一次谈到外交问题，我都不厌其详一再的强调啊，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有两岸问题。我们国家的施政，不管是内政、经济、外交啊，都有一个因素，两岸因素啊，在干扰我们，这个做负面的干扰啊。那么可能在两岸关系比较和缓、好一点的时候啊，这种负面的影响干扰会程度小一点。当两岸是对抗、是恶斗的时候呢，这个负面因素就发挥很大的影响力啊。所以这一次啊，也有人认为说，跟9·2共识没有关系啊。不管是哪个政党执政啊，这个中国的打压始终存在，没有错。甘比亚就是一个例子嘛。然后之前马总统到这个新加坡、到马来西亚去访问，也是这个样子。没错，就是说打压是始终存在，这一点我们这个不能否认，只是说程度这个差别啊。那么这一次，我是认为是绝对跟9·2共识有关啊，而且。这个说跟川普跟蔡总统的这个通话没有关呐，这个也是啊，这个没有说老实话，当然是有关，而且我认为这个通话是这个导火线啊。那么美国当然这个强国，更何况川普他现在还是个老百姓，只是一个总统当选人，他的谈话，北京可以完全不去回应，因为要回应的话，你就任何这个美国老百姓发言都去回应，他不是被累死嘛啊？所以呢，他只是个总统当选人。等他上台以后，很可能啊，在了解整个状况以后啊，他会有不同的这个看法。所以呢，北京对这个中国大陆啊，对这个美国呢，这个不回应，啊，但是对我们。这个蔡总统的作为，他要回应，啊，所以我是认为啊，他这一次这个跟这个圣国的跟我们断交，显然事先跟北京是已经达成建交协议，啊，否则他不会冒这个风险，说这个跟我们断了以后啊，不知道北京会不会跟他建交，没有这个可能，绝对是事先这个谈妥，但是什么时候啊来建交啊，可能他们双方啊要找一个比较好的时机。这一点部长讲正好就是我接下来想要请教，因为
我想起的例子就是一样，在非洲的这个甘比亚。那当时那一天，我还在当天早上紧急打电话给严教授，因为严教授是台湾研究非洲这个专家。那我还记得甘比亚的例子跟这次做一个对照，有一个很巧合的相似之处。甘比亚也是先宣布要跟我们断交，可是你看他拖了2年多，这个中国大陆才跟他们建交。那如今这个很好玩的是，这2天我们听到圣多美他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中国大陆先讲说哦，欢迎这个圣国回到一中架构的这个正确道路上，但是我们并没有听到中国大陆宣布说，讲到要不要建交，什么时候建交，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值得我们去特别注意？为什么会断了归断了，中国大陆也欢迎呢，可是他却没有说要跟他建交。如果我们看大陆在甘比亚宣布跟我们断交之后，他的反应，他觉得说，好像完全不知情。那我们大概也相信他是真的不知情啊，因为甘比亚总统当时贾梅他的一个做事情的方式也是非常难预测的，所以他是因为受到了大英国协的制裁，他想找一个新的战略方式，所以他就片面跟我们宣布断交。那当时大陆没有，就是也没有多做批评，就认为说不是在他们这个当时在推动的啊。那可是这一次看起来好像他们气定神闲，就讲了一句说欢迎啊，然后说对于圣多美普林西比这样一个作为表示赞赏，然后欢迎他们回到一个中国。所以我看起来大陆是在后面跟他们是有接触，但是到底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什么时候要跟他建交？我觉得他也第一个，他先看看台湾人民的台湾的反应，就我们一副不在乎的样子，那他这个觉得说，哦，你们好像还觉得说这个可以省了很多的援助钱等等。如果台湾那么不在乎，那他可能很快会接受。所以他这个建交的时间，现在完全操纵在大陆的手上，就是他什么时候要，可能承诺都老早有了，那只是看什么时候那个点在哪里。不要忘记啊，我们跟这个圣多美普林西比1997年建交之后，其实他们那个有一个团队还留在那里。我去过2次，都碰到他们的人，就他们有一点不甘心，因为什么？1997年1月前几天，就是中国大陆的外长每一年1月都要去访问非洲嘛，从90年代开始，1990到现在都是如此。97年他访问过圣多美普林西比，结果5月份跟我们见，所以大陆还会记仇的哦，不要忘记，这个是他们当时觉得，怎么可能我们挖的这么快？就是4个月之后，那同样我们也会认为说，这个新总统才上来4个月，是我们觉得比较安心一点的，怎么会忽然又被他们挖走？所以我相信，大陆有扮演角色，只是说他到底什么时候会建交，还在这个评估当中。刚才严老师讲到一个东西，有些国内的民众反应是，好吧，反正我也不想要援助这么多钱。这件事情让我比较好奇，可能在外交现场部长比较有经验。究竟现在我们提到2.15亿美元，这个算是对于援外的天文数字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们一直听到一些很相似的名词哈，金援外交。这个援有2个，我在媒体上看到有援助的援，有援朝的援。第3个，那就是金钱外交。在外交的这个 practical 上是确实有差异的嘛？我想这个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先对刚刚这个甘比亚这个部分呢做一个补充啊，就是说这个甘比亚的这个案例啊，是不太一样，因为甘比亚他片面宣布跟我们断交以后啊，北京那边这个公开正式的宣布呢，他没有意思跟甘比亚建交。这一次他的反应完全不一样，他要马上这个回应，而且在比我们之前呢就先这个宣布这个，而且表示欢迎回到一中这个的正确轨道啊，可见他的重点在一中。是跟上一次甘比亚断交的时候呢，他说他这个不会跟他建交呢，是基于两岸关系的考量。所以呢，他在这个外交处理上，他始终是在两岸关系的考量上来做这个外交的这个动作啊。那这一点我这个补充说明。另外就是刚刚讲这个所谓的什么这个金钱外交、金援外交啊，或者说的金援这个名词不一样，但是呢，对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用钱花钱买朋友，就是用钱这个交朋友。
但事实上呢，我们哪个时候没有用钱在办外交啊？非钱不可。哎，两岸关系这个，假如在这个非常恶劣的情况，在恶斗情况之下，可能我们花的钱会多一点，而且呢，钱花出去还很没有尊严，因为呢，这些国家他会看清楚了我们两岸关系的这个恶斗呢，它有游走两岸的空间，所以它可以勒索啊，所以我们花很多钱，而且还在很没有尊严，在这个被勒索、被迫的情况之下来花这个钱。那么，只要两岸关系这个好一点，在马总统这个外交休兵期间呢，我们花的钱少一点，我们可以从这个外交预算的这个每年递减可以看出来，是我们这个花钱少一点，而且是比较有尊严。2.15亿到底算不算多钱2.1对于这么一个国家来讲，显然是这个天文数字，从来至少在我这个担任外长期间，从来没有这种这个数字在援助任何一个国家啊，所以呢，这个是确实是天文数字啊。那么但是要花钱来维持邦交，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时候不是这么做。是只否中华民国，还是否 any countries？ 我想别的国家没有这个问题，别的国家它事实上国际社会有一个共识，就是进步国家总是会去回馈国际社会，去援助落后国家，协助他们发展。所以很多欧美国家，它在预算上呢有很大的一个比例呢是进行国际合作的。对，我们事实上国际合作的预算呢是相当的偏低，相当偏低。那在这样有限的预算资源呢，还要去维持邦交确实是很困难。所以呢，2.1亿当然是天文数字，从来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啊，在我们目前这么多的20几个邦交国里面，没有一个是有这样天文数字去维持邦交的。OK， 那上半场时间我们先谢谢两位老师，我们下半场其实我的惯性配，除了国家本研究的之外，今天选到我们普林斯比，2点是时间点，因为蔡总统将宣布出访中南美洲，係咩也要帶啲你們眼見嘅地方，先了解下兩支狀態。討論嘅現狀，其實你關心選到美普林斯比先波蘭嘅討論還有些個影響。林教授，我想請教一下哈，針對他們宣布的時間點也有很多的說法。那其中一個比較針對性就講說，剛好蔡總統前一天講說要出訪這個中南美的消息，所以他故意在這個消息之後緊接着宣布。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那我就更好奇了，他是要用這樣的方式來做我們的來打壓我們。那他怎麼會挑了一個感覺是影響最輕微的一個？畢竟聖多美普林斯比跟我們其他21個邦交國比起來，相較的影響性是比較低的。我也不能說是最低，那最低可能是太平洋群島的國家。可是無論如何就在這個時間點，那會不會看看我們國內的反應之後，我剛才提到的，如果說今天蔡總統去拉丁美洲之前，那他就已經正式跟他建交了，那我相信會對一些拉丁美洲國家會有一些想象的空間。為什麼這些拉丁美洲國家，我們跟大陸的這些智庫接觸的時候，他們就說老早就已經在跟大陸這個表態了要跟大陸建交。但是就像部長剛講的，因為有9·2共識，因為有外交休兵的這樣一個默契，所以大陸是拒絕他們的。那現在我認為說大陸的態度變了，就很簡單，就是說你們現在來跟我，那你們自己可以先斷交，大概暗示說我會接手，但大陸也不需要主動來挖你的邦交國，就已經有幾個可能就會轉向。那如果今天他們跟這個
圣多美普林西比建交之后，那我相信过去传闻那一些想要跟大陆建交的，很可能就敢跟台湾主动先断交，片面先断交，因为他们觉得会被接受。那这些当然也包括我们刚才看到蔡总统即将要出访的一些国家，所以我们的外交国安单位确实要对整个蔡总统出访要做一个评估会不会出访之前就会有问题，或者还是在出访当中呢更难堪，还是在出访之后，其实都是我们必须要沙盘推演的。那这个时间点，我觉得不仅是川普的问题，也是就是刚巧我们跟大陆学者对谈，他们认为说当时给蔡英文总统的所谓的听其言观其行的观察期是半年，520上来11月20已经过了半年了。那好，他们认为说你还是没有回到926，所以11月21那一天就来了，其实就已经开始有这个问题了。那之后又因为有川普的问题，又加上要出访，所以我觉得他们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就像你讲的，找一个稍微让你警告一下，看看会不会看你的反应是怎么样。然后如果你还是继续朝着比较，我觉得我们蔡总统还算是蛮低调的，基本上。是的。但是如果不那么低调，可能后续还有。我假设我比较阿 Q 的讲说，逝者已矣。假设圣多美断了就断了。那我觉得严老师的提醒很重要。接下来外交人员可能在总统出访之前，必须审慎的评估究竟这几个国家有没有危险。那这一点，刚才我跟部长在书章聊天，部长说他认定有遇到过断交。那究竟在之前是有可能有迹象，然后外交单位、国安单位能够确实掌握的吗？比方说，现在大家讲说，这个尼加拉瓜好了，他可能就下一个黄色警戒。这种说法是因为确实在第一线的人，他有收集到情资，然后回到国内，我们才会这样子判断吗？我想，假如说现在国安单位有这种判断的话，很可能因为现在在准备蔡总统出访，对，那我们国安单位已经就是有个这个小组做这个先前的这个工作要去跟受访国的安全单位协调这些这个安全的这个措施可能他们感受到那边的这个氛围不对，否则不应该有这种这个讯息回来那假如说是这个氛围不对那可能这个受访国不一定说做到很绝的程度但是也可能在接待上不够这么热烈或者什么那这个事情是不是这个中共在影响？我倒不认为可能是他现在他本身在思考是不是现在已经有可以游走两岸的空间了这个他在思考是不是要调整对我们的关系。部长依您10几年在拉美的经验，你怎么看待我们在拉美这几个邦交国的邦谊关系？这个很难说了，因为现在有人点出几个国家，可能是在黄灯这个瓜地马拉吧。那事实上呢，这个数字是大概是从这个在马总统上任以后，外交休兵实施以后有很多的国家还是想这个向北京靠拢，而被拒绝。那这个数字大概是6、7个国家，我们所掌握的情资那么只限于这些国家吗？我认为不止，因为很多国家也许也有这个想法，但是呢，看见这些国家没有被拒绝了，所以他就不再去做了所以呢，可能数字还超过我们现在所认定的6、7个国家。部长，我知道可能有些东西你不方便讲，那我讲我们在现在看到几个非洲剩的2个，包括史瓦济兰、布吉纳法索，然后拉美的瓜地马拉，然后前阵子讲得很热烈的在欧洲唯一的教廷，所以不止这我点名的国家，还是这里面其实有的不是在危险名单当中。这个很难说了，因为我们现在去猜哪些国家，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呢，这个随时有任何这个在他国内的
这个政情的这个变化都可能影响到。比如说哪一天这个换了外长，这个外长是强烈主张跟北京建交的，他可能说服他的总统呢，这个国家就可能就会发生问题，或者他当初也有这个想法，但是看到别的国家没有被北京接受，所以他就停止这个动作，但是他内心是在想这个问题的，或者是他现在发现两岸游走空间就很大了，他觉得要抓住这个机会，所以他也开始这个想这个问题，或者是呢，现在中共主动去找他了，北京去找他以后他觉得很好所以呢，很多的情况会让很多原来我们认为说没有问题的国家发生问题，所以这是很难去猜测哪些国家有问题，哪些没有问题。我也关注另外一个可能比较少人会关注的层面，这一点可能严老师在学校比较有机会接触到。在那一天，我听到这个次长讲说，申东美就是一个蓄意欺骗的国家。明明我们之前这个彼此讲的协议的这么好，那突然这样宣布断交，所以就传出说，现在有68名他们国家的学生在台湾念书，其中还有31名是领台湾奖学金。那有一个说法是，就到一个阶段不让他们念下去，然后奖学金要取消。我不知道就实际其他国家在外交上的这个实际作为，那这样的状况应该也有发生过，所以应不应该影响到这些学生的就学权益？我觉得我们大概在几年以前，最以前我这样举个例子好了，在查德跟我们断交之前就是2006年2006那个时候就断了，他们就没有了。我一个学生就是来自于查德，那可是后来呢，他就到大陆去读书了，大陆也大概有给他奖学金吧。那可是后来之后，马拉维之后，我们就觉得说，即使断交，我们关系还是要维持住就是说这个诚信，就是我们让他读完他那个学位，就是假使他今天是这个台湾奖学金来，拿了2年或3年读一个硕士，或者说拿4年念一个大学的学位，那就让他读完，但是就读完就是可以回去了。但是这一个政策我觉得是正确的就是毕竟今天如果有一些学生在台湾越多拿到台湾学位，即使未来断交了，但是他跟台湾的关系好。我们在台湾，我最近有参加一些这个台湾在非洲做生意的人，他们都变成跟台湾做生意很重要的一个在地的一个资源。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断掉这个，更何况刚才部长有讲过嘛。欧美国家都做了很多的援助，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回馈国际社会。我自己有的时候开玩笑讲，如果今天没有邦交国，我们到底有没有心回馈国际社会？结果因为我们今天必须要维持邦交，结果我们还做了一些回馈社会，所以我们本来该尽的义务，还可能换到了一些邦交，何乐不为？那何况这些奖学金？我用一个自己最简单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参加过一次会议，有一个非洲学生就跟我讲，他说波兰在冷战期间，因为是苏联的指示嘛，要帮助提供非洲学生奖学金，所以有一年他们就办一个提供非洲学生奖学金25周年纪念，把一些非洲学生找回来，他们曾经在波兰留学过，结果现在是部长、次长副总统，所以他就觉得说会有一些影响力。那你真的在台湾待久的非洲人，我相信对台湾都有一份感情的。那包括现在现任这个总统卡法罗他的小孩一样的未来我们不知道还会有什么变化，所以把这个情留住，我觉得是对的。OK， 那有一点问题也利用这样的机会请教部长，维持国际间的友谊关系，除了正式国与国的外交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管道？比方说，我想到马总统任内一直挂在嘴边的，他让我们可以在161个国家都免签证，那就是外交的一个成就，是不是外交？当然是外交。那除了正式外交关系，假设我们的邦交国真的很不幸的持续减少，我们还能有哪一些方式来拼外交？我想这个在国际社会你要生存的话，确实需要你具备国家的地位那么国家地位的话呢，这个决定是不是你是被承认是一个国家。那目前我们有这个20几个国家承认在国际
社会啊，还可以啊，以国家的身份在这个存在啊。那现在这个孙东美跟我们断交以后啊，有一些独派呀，或者有一些这个名嘴啊，说那很好啊，我们这些国家邦交国都不要没有关系嘛啊。你要这个消灭中华民国正好，你消灭完了以后，我台湾还是存在啊，我就用别的名字嘛，我用台湾国了，台湾共和国啊，啊，这个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呢，当你中华民国不存在的时候呢，啊，他们认为说，那你就造就我台独这个建国的理念呢，啊，这是错的。因为假如你中华民国消失了，那就这个落实了一中，不是成就台独，啊，因为这个现在一中是问题，因为有2个中国的存在嘛，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中华民国嘛，所以一中是一个问题。这独派也不要一中啊，独派也不承认一中，因为我们不是他们的一部分。但现在一中是全世界国际社会所接受承认的一中，无邦交国它是一中是北京的那个中国，我跟我们有邦交国家说一中是在台北的中国，所以呢，全世界都这个接受这个奉行一中，包括美国在一再重申它的一中政策。所以呢，你哪一天说没有2个中国了，只有1个中国的时候，那就落实一中嘛。